喂，朋友 ，Long time no see， 8 day no see，How are you， 我的朋友？来了，哎，看谁？哎呀，买进来啊！哇，小拜都罗一湾，看到嘛，报名出来哦。 来了！哎，看不到名字啊！嘿，大家晚上好，哈哈，呀，老嘞，哎，大家好，中秋庆，星，没有，买个酱啊，张天志啊，你买个酱呢？啊，生活造型，为什么这样久没有做直播？ 王俊富 Kenny，yes， 啊马福，嗨 Jackie， 你好，阿彪4番宝，小鸭咯，有红一连夜有红，罗一万拍卖手中哦，看不到 ，Sherry， David， 李文婷，买个酱，王新安，哎，大家好啊 ，Happy。 李珠，好久冇翻嚟啊！馬福啊，羅一灣你好啊，羅一灣，慢，走錢啊！認真啦，收錢。11個7，馬 Pro 又來了 ，Adam，yes， 阿甜，好啦，你中意。 咧，用嘅啦，唔得人做直播啊，唔通裝小弟聲，阿 Micky， 哇，全部打招呼得啊，門牆大家好，多謝入嚟 ，Henry，Kenny， 哇 ，Manu， 未，哎呀，車門工嘅新加坡啊，謝你，周潤發啊，芬。 我是芬芬，好久不見 ，John， 後年叫茂，兩個黃水火，阿蕭，今日狀態有時間咧，狀態5號，做咩？冇乜練到過啊，最近，因為做咗 project 做得好辛苦。 李永南啊，哇！輪少，而家着樣係有冇輪少？哇！係真可以買啊！意思不過，有條辣椒醬啊！哇！食到咗爽煙啊！老實講，今日冇得癲啊！雖然價錢咧14Q 啦 ，OK 啦，7碟啦，14Q 是完整嘢喎，你話完整嘢1整嘢，回來叫你14Q3角錢，咩啊？3角，4角。 啦，好嘅東西啊，其實介紹俾朋友嘅，輪少獨家辣椒醬啊嘛，係適合咗辣椒醬啊，轉啲嘢一樣啊，咁啊，師傅黃師傅啊，係啊，識過嘅，睇你當年啊，應該擦一鞋嘅嘛，大家好嘛，阿 Ben， 誒，Kenny，點解要肉燒嚟肉一線？ 吃饱忙啊，吃饱啦！李菁，我一直懷疑李菁還在咩？以前唱男子漢那個李菁哦，已經做了10多年了哦。怎麼你這樣巧用到李菁？好啦，最近呢同下徒弟啊，羅一灣啊，寫10條歌，做嚟拍，所以最近呢比較忙，浪子淚啊！ 浪子淚，嗱，今日做班點，師傅好難做嘅，好多人唔敢做啊。如果衝浪子淚，又有版權，啊，2塊就買衝嘛。OK， 你衝下其他歌先啦，好，嚟送你嚟個，哎呀。 陽春甲熱冬又來啦，濕濕搖籃丟得空。
發財五道煙燭燭，羅絲五道煙燭同400年的盟友會啊 ，OK。好啦，去年清明咧，唔得去拜神，係佢今年咧又喺香島結壽啊，要好難拜啦。一數比慳天兒啊，至少60年去拜啊，一分條2年啊，2年冇去拜啊。 唔是講啊，野草會太大咯，以前啊，你要記鄉體啊，槍氣芒草撥嚟都係20分鐘，係要啊香爐啊、香土啊，啊啲香爐啊、香土都食埋晒啦，啊啲粒啊都係挖上來插香，都愛7分鐘，掂得香嚟，掂啲香來咧，拜啲東西來咧15分鐘，行一點咧做成10包啊大仙貝。 5分鐘，輕易行遠5分鐘，誒仙貝啊，燒當啦，係啊，喺個擔當仙貝要真係掟到大黑仙貝咧，燒東西咧，燒東西要愛去即時，誒 ，no， 誒 ，sorry， 燒東西來還10分鐘，嗱，燒晒東西要喺手一條手包。 手包咧，用啲盲手可能要照嘛，要10分鐘。調妹煎苦慳嘢都叫10分鐘，一夠添，而冇跌毛。哎呀，其實咧，講拜祖先嘅東西咧，省錢1分鐘，效果粉條10塊肉，係嘛？只要有心在那裡拜，是真的一樣的。人人講愛呀來見。All right， 唱歌，來 ，Come on， 今晚音響 OK 吧？好，我不知道啊，字聽不到了。愛賺到了湯水，我的版權，有味道有韻味，之前係同啲相識。 但又唔記得伊係誰，愛上起了湯水，係晚班嘅姊妹，始終才跳跳分手，夜夜在夢中愛相會。從前兩家相愛，愛對方愛到海岸線。 發誓唔愛變心，切都唔愛送劈責任。愛賺到了湯水，越吃上越心碎，就是嘅甜言蜜語，夜夜獨闖小夢浪館。喂，今晚上有星星的，哎，開始送星星來。 All right, thank you. 愛賺到了湯水，有味道有韻味，之前係同佢相識，好聽話，但又唔記得伊係誰，愛上起了湯水，愛到了眼睛痛痛。 發誓唔愛變心，絕對唔愛送劈責任。都來年啊，愛離開了湯水，越吃上越心碎，就是嘅甜言蜜語，夜夜獨闖小夢浪館。從前兩家相愛。 愛對方愛到海岸線，發誓唔愛變心，絕對唔愛送劈責任。來離開了湯水，越吃上越心碎，就是嘅甜言蜜語，夜夜獨闖小夢浪館。 甜言蜜語，
日日都蒼笑望郎觀。送上，多謝。Taxi, pergi Genting Highland. Ya, alright. 阿蒙啊，唔錯啊。李金壯，好睇啊！李金壯立正，來，哇！ Genting Highland， 佢話我當債呀，我當債呀，勸你唔好賭身家，唔好賭身家，費事捱那先啦嘛。小賭最怡情，聽下硬嘅念説話，Genting咁繁華，開心玩下啦。1969年啊，雲頂開咗間酒店，呢位大老細啦，人稱硬嘅念。 佢當年得到首相嘅欽點，就將酒店改為賭場大發展啦。經過多年苦心嚟改變啊，成為國際聞名嘅遊樂園啊，從此大馬賭王就係硬嘅念，佢身家已經超過40億美元，40億美元就係硬嘅念。佢後生已經知道要慳儉啊，勤力做工，每日只賺8角錢喎。 慳食慳使，仲要儲錢，寄翻唐山俾阿媽去買田。生活情況後來有改善，就響半山巴開間五金店啦。一見鍾情，話有段姻緣，從此夫唱婦隨去面對挑戰。Genting Highland， 佢話我當債呀，我當債呀，勸你唔好賭身家，唔好賭身家，費事捱那先啦嘛。 小賭最怡情，聽下硬嘅念説話，Genting咁繁華，開心玩下啦。佢白手興家都會夢想實現，佢話管理之道靠眼光經驗。今時嘅雲頂係多元化集團啊，總共14000幾個工作人員。 儘管係富豪一手遮天，日常生活飲食就冇乜挑選，中意清炒龍菜食田雞冬，仲有薑葱豆腐同福建炒麵。福建炒麵招呼硬嘅念。嗱，人生雖然短短幾十年啊，不枉此生做慈善就唔會手軟。教育或醫院、殘障老人院。 回歸社會係佢嘅信念，佢一生傳奇故事有本自傳，得閒睇下人生或者會改變。呢位慈善富豪值得我懷念，大家永遠敬仰嘅硬嘅念，大家永遠敬仰嘅硬嘅念，硬嘅念。Pergi Genting, pergi Genting, pergi Genting. Pergi Genting, very good. Hey, thank you. 哇，怎么沙声啊？我这 headphone 啊，有点酸啊。立正，妈妈在看我做直播，哎呀，这不可再讲出口了。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唱首歌给妈妈听。 这首歌我很喜欢啊，我看在哪里啊？妈妈请你来听歌。46 OK，46 go。Mother， 唱首歌俾你聽。OK 啊，心理健康。 他向出愛都已經發現，那你話日日都定，係呀唔出現，社會殘事太過艱難，現在愛愛起我情，盡心關於做工。 作阿媽希望親我手情，是不是愛心人顛到 MCO？ 轉到你身邊都啱啦。
好，碟 S 小 M 小開放嗰時，開放入去拜山，你做碟有卡毛。我俾佢做碟嘅電報紙反映啦，阿爸。家鄉出外，每日都是命，日日做，日日辛苦，捱也唔埋怨。社會殘事太過艱難，發達眼光會蝕輕，想盡的路又太遠。思念每日在心田，媽的，是不是愛心眼早已轉到媽的你身邊？媽的，用聽下你，我哋愛想媽的，99歲，想媽過生日。像嘛的，永遠離開家鄉出外，都已經2年，都已經38年，離開我身邊這32年，哦，哎呀，做阿。大家祝阿婆身體健康，長命100歲，記得啊！記得，因為個老人家今年99歲啊。OK， 謝謝大家的星星，迷戀望。還有是詞目的歌，係簽出來看咯，因為有版權的問題，哦，版權問題唔得唱。看下，稍微冇錯嚟看下子，啊 ，OK， 啲寫住個好湯啊，他的湯我好傷心，嗱，他哋係用好好嘅心情，說明我麥湯。哦，大家謝謝大家，張媽媽好，喂。做嗰隻黑粉炸條嗰啲嘢咧，你叫冇用。有首歌叫《懷念媽媽》，我的小客家歌。媽媽愛上媽媽，媽媽愛上媽媽，為了散發離開屋企，難為老人家。生日牽掛，日日相依，而歡呼嘅說話，猜愛說的苦，樣樣冇論法，相依媽媽進來一下，愛感激。媽媽，掌聲鼓勵啊！媽媽，不要 A 歌開始。媽媽，這樣好一點嗎？一生只有你，等下。愛上媽媽，媽媽，愛上媽媽，年老孤獨還照顧家。現老身體差，hand急老化，日日就起來耕種太陽下，四處都好閒，拍飯吃個怕，想起媽媽心好牽掛。媽的，好多人講愛你10000年。愛孝順，全部孝順，媽媽。
嘛後悔成語好啦，跟住切波冇，後咗冇講粗話，要學啊！睇下晚上好啊，米林旺，写作直播啊！如果你不是本身的音乐，你拿被人家音乐不行，他会烧掉你的音，他出来警告你，你再唱，他就把你这个样子，那样子弄模糊。张少林变成张多林，是哎，我没有骗你的。想到妈妈在哪里？我妈妈在，也不远啊。刚刚雪兰莪州跟深美兰州各一条河罢了，各一条河。其实各条河都不能回去，因为我要跨州嘛。现在 SOP 讲可以回去清明，我基隆不回去呢，去雪邦，雪邦是雪兰莪州，可以去拜山。可是我的弟弟那边，我的侄儿，我妈妈那边，他不给不然都是博德森、深美兰州，要过来雪邦、跨州不行。就是我们YB 刘天球讲，才隔一条桥罢了嘛，过来都不行，没有办法啦，政府是他做，对不对？哎，陈美兰啊，美兰美兰，我爱你，你像个兰花招人迷。你第一次进来啊，美兰，美兰，你像兰花年年绿，看到了美兰啊，美兰，我想到你。其实我的朋友很多叫美兰啊、美凤啊、美兰啊、美娇啊、美心啊。铺菜游戏菜，大家好，王什么王玉杰是吗 ？John what 啊 ？John， 我的英文很差的，好，虽然英文差，我会讲多少了。前面叫什么？前面叫外面叫 outside， 后面叫。中间叫中赛，后面叫棒赛。来，有人送星星啊！哎，有心就好，对咯，有心就好咯，咁嘛？冲凉机1万元啊！妈妈在狗头很多人不知道狗头是哪里，狗头就是Bukit Beranduk。现在不给人睡，我的神，狗头叫做過港，過港呢？你係咪過港啊？因為順安被過去那邊隔一條港叫過港，但是他們福州人叫做狗頭啊，狗頭啊，叫條咩叫條啦？過港要分雙過港、下過港、中過港。你咩出去過港啊？出去金崩哨啊！陳美蘭，你是新人啊 ？OK， 歡迎新人。清倉嚟水妹，蠻差，係要音樂嘅，前面 OK。好叫毛聰嚟水妹，係啦 ，OK 啊，潛出嚟，Hello， and go。對面嘅泥水妹，日等開來，阿哥吸進阿妹來幫，舊嘅木架日劇會上，熱晒啦來了汗，也了我貌相干。切啲葱料啊，佢都唔曉扛，前切嘅愛江浪，睇家講泥水妹，雜都要閃財啊，沙巴來啊，撈塞事要有湯菜，要切也愛等下聊台，計準同我寫，但係數嘅也愛。三四五班呀幫小台，泥水咪切財。你好，泥水咪乜嘅？葱哥叫毛葱。
水面嘅泥水妹，日日嚟抌杯來。阿哥貼進，阿妹一來望，舊舊嘅木架日劇一換上，熱晒來了汗，為家了我貌相乾。識機衝了啊，佢都唔曉抗，為前雪嘅愛江浪。睇假講藝啊，水啊愛，咦，實質都要善財，老實事要曉慷慨，要切呀為了等下撩台，計準啊同我寫，打那數兒呀愛，實事無辦啊綁燒台，言講起天才。扎扎言話，沙巴嘅泥樹妹係天才。沙巴佬，而沙巴客，沙巴多數喺農村啊、報案啊，係嘛？係非洲客喎，非洲啊咩非洲？沙巴客，我叫埋沙巴，啊！以前咧。政府同接戰嗰陣時咧，每陣嘢都過去嘅，然後政府同冇接戰嘛，係講啊，以前咧少莊啊，用啲啲同埋學校嘅，係要一隻仲價嘅，你同埋學校啊，係要一隻散價嘅咧，少莊談一線，啊，呢啲全部都係學校評出來，哇！去到沙巴，收哥，來。叫一請吃飯，哇！係 T 幣嚟嘅，係 T 幣喺沙巴吃飯啊！少壯請吃飯，飲好多菜，我都聽到要飲到開大計嘅，開大計嚟，轉咗呢個開大計俾阿收過先。當我切晒班嘅師傅嗰陣時咧，咦？我都冇看到計好耐啊！我都問答啊，拿督。聽講要欠計喎，我而家開大計，你識啊嘛？我冇識計啊！誒，只冇識計，收過，而叫你冇來唔知道啦。沙巴開大計，呢種唔係命來嘅，開大計，喂，仲係副質條啊喂，阿萬牙佢有換過一款啊！用爹哋哈，用爹哋吹啊！阿妖福款笑喺話前面驗屋啊！啊！離開家鄉出外，唉，吹下水字啦，啱冇？而家講笑一笑，十年少；笑一笑，拍了條。所以係時時刻刻保持笑容嘅，就好像那個張水榮，誒，張水榮。聽說他回去了給當導，他也在那邊做直播，哇，在那個港邊做直播，風景美得不得了。我有機會我要回去過港啊，過港那邊做直播，但是那邊沒有 WiFi 啊，沒有 WiFi。怡保客啊，乜嘢嚟？怡保客，豬添啊，豬添怡保客，嚇，同你講啊。心情好，怡保人心情好，行路都會執到寶，頭耷耷眼濕濕，睇到銀紙都唔識執啊嘛，啱冇？掌聲鼓勵。嗱，最困難唔知啦，聖家年呢，講緊要催命喺翻譯馬來文啊，有啲看到要小立鳳話，係點嘢看到啊？東坡肉啊，東坡肉，翻譯馬來話叫做巴比 inject 樹啊，做咩講巴比 inject 樹？因為東坡是姓蘇的嘛，蘇東坡，所以叫做巴比 inject 樹。滑蛋河點樣講咧？滑蛋河叫做蘇埃滑蛋，怡保人。河啦嘛，係咪蘇埃滑蛋？滑蛋啊，滑蛋！佢已經講蘇埃咩德路就啱噶嘛，
素爱滑蛋啊，冇相干。好啦，回鍋肉，回鍋肉叫做咩？巴比馬薩魯阿咖喱，也有理由嘅。回鍋肉嘛，回鍋2次嘛，係真係有理由啊！好嘢啊，真係好嘢啊！還有啦，梅菜 Q 肉係咪解咧？梅菜啊，梅菜甜甜啲啊嘛，sayur manis logat babi， 梅菜嘛，sayur manis logat 啊 ，Q 而 logat 啊，哎呀，自己一流一流，logat babi 啊！最後一個叫葉子味大包，你話點樣翻譯嘅咧？包香港靚女波布沙，好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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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唉，落畫啦，好嘢，真係，好啦，嗱，你講。现在新常态了，你们说接吻应该是先你得 kiss 啊，先嘟那个嘴，还是先闭上眼睛呢？你们讲啊，啊，这2个你们猜一下，你猜一下啊，等一下我跟你讲，猜不到啊，现在新常态啊，我说2样嘟嘴闭上眼睛不是。我说应该嘴巴先消毒。那早上庄学忠打电话问我，哎，你登记了这个接种疫苗了吗？我说没有啊。哎，为什么？我怕嘛，怕什么？现在接种疫苗起副作用，政府赔5万，如果接种死亡赔50万，反正现在没有歌唱，搏一搏咯。係個要氣喎，呀，殺了爛命一條。哎呀，每個人都說明天會更好，明天會更好，明天好不好我不知道，我確定擔保明天我會更老 ，MCO 會更早。哎呀，唱歌嚟啊！唱歌，為了清唱一首歌。我这首歌写了很久了，啊，唱教向人家徒弟唱《千王之王》，千王之王，凡係香港嘅名曲、電視劇嘅名曲，平亮你知道嗎？一定有版權的。茅前用的真係好條通，一兩條中來一彎，幾隻茅前朋友也係講好強。看我天差萬叫，天高已熟功，汗水個變石龍，毛變加太二龍，面地是路也來衝衝衝衝，現毛潤前世有毛中。好夢一場空，為人安睡了上陣命好強，從小要講此功，毛前先一再要衝，沒日太郎前曉跳舞。其實羅一灣唱到覺得好順啊，好練順。嗱，你講啦，最近有些新 law， 我看到報紙，新 law 新 law 嚟嘅。如果個警察對你講嘢死咩大聲，喂阿爸你哈來辛苦了，你可以控告他。為什麼？可能是 SOP 的關係。那口水滿天飛啊，會傳染疾病，可能這個新 law 了，所以警察大聲跟你講話，你控告他，不是開玩笑，不是我講的，是新 law 來的，和平亮，你講啊。還有第二個，如果你站着企穩呢，你強姦一個婦女呢，企住強姦呢，係冇罪嘅，信唔信由你？
我唔知啊，我睇到報紙咁樣賣嘅。啊，你唔信咪試下咯，捉個孟加拉婆強姦啦嚇！你唔好搞笑啊！喺講爽噶啦啊！嚟唱過啊！唱過一條音樂咯喎，我睇過，你冇音樂要冇聽啦喎。哎呀，找首我自寫的，沒有版權的歌。Wait 啊 ，Wait， 50，OK， Go。永遠的勇氣，羅一灣，勇氣。猜功夫先沒了結，劍就拿掉座向天，諸天氣座向天，那作門響亮熱，前向滔天，劍生怕都係為了你，徒弟兩家矛兩天，刀山路咁遠。兩家捱意，有難都唔躲避，遇上了點了氣唔出奇，有心唔了氣，風生水起會飄逸，就是了唔相依，你發他通通都見滿意，樣樣把見意，不該什麼變心意，炸帶了心意，忠心義，喪失了不靠依，有情也有義，永遠係勇氣。烏雲山，聽下莊，江德公啊，今晚上你。哎，很少星星哦，不要紧，慢慢送，慢慢送。跳起唔出氣，有心唔了氣，風生水起會飄逸，就是唔相依。你看他通通都見滿意，樣樣把見意，不該什麼變心意，沙帶。心意，忠心義，喪失靠依，有情也有義，永遠係勇氣。大家晚上好，謝謝你支持我，羅一萬，哈哈，阿霞。福彩五少話隻光話跑得很快，跑得很快。今年好奇怪咩嘢？啊，看到鬼啊，忠心義嘛。哎呀，哎，如果大家買不了，很多人問我，哎，星星怎樣買？啊，新加坡縣美豐星星怎樣買？我想送你1萬粒。明知道買不到，假裝送我1萬粒，容易買的。你上網、上 Facebook 裡面買啊，好像你張少林啊，你就點那個星星那邊，我不知道啦，朋友講，你就點那個星星，他會教你怎麼買，便宜的啦，1000粒才9錢，1000粒才40多塊錢罷了嘛，永遠係兄弟。还有你买不到星星不要紧，那个e-wallet，我现在很缺钱了，哎，整10天了，用了很多钱，没有现钱了，好棒，什么用 e-wallet 很容易的，我的电话0193387076，你一进钱，我马上收到，来
看一下有朋友吗？我打开一窝来看一下，来试试看。很久没有一窝的，一窝的剩下多少钱？剩下304块5毛半。我第一次用一窝的呢，一晚上就收了1500块，2次收到2004块。现在大家都仆街了咯，跟我一样，李宗翰对不对？都没有工作。没有办法啦，人强做事路唔出头啊！而家點唱嘅啊？看啦，點唱啊？得得滴得滴，我很喜歡唱這首歌啊！喂，幾多號碼啊？冇粗笑係樣咯，冇粗笑，看透甜，你噔叮噔叮，哇！就是那個我的黑粉會叭叭叫的，唔對哦，不管啦。Yes。愛出條 jazz， 平時路連起我唔笑，混嘅太些亦太潮，佢負擔起好笑，每年來倉親手接票，捱到我將官票通要做搞笑。恨讓我是了老婆要錢，阿表做到困了，就是當家看老朋友，喂，眼看愛惜苦，做事莫怕笑，出票給你只朋友，那種你知道是 jazz 啊。3百8叫200叫3年前，阿飛係溝。環境惡劣兼揾食難，齊話去台灣揾2餐，食到足兼有宿舍，年終有300萬。睇阿里山啊妹仔人好賺。其實捱到廢路周身骨都散，是有精彩，每個人入心餐。想人好難，佢收埋啲 passport 問黑紅衫，夜晚返宿舍，通通馬通板俾佢賣。一時時一面怨嘆，一時路迄面減限，哪通失去希望？每日醉茫茫，無魂附體，親像咧著草蟲。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会使天袂会使路，好运歹运，总嘛照去讲来行。3分天注定，1分靠打拼，爱拼才。会赢！哇！沙聲啊，沙聲都唱得幾好啊！因為 jazz 係用沙聲啊，你個黑鬼，哇！唱沙聲，哎
越洋 go tonight. I say I love to gospel. 享受荒芒啤酒。sorry 啊，係咪依和律入嚟先？你做嘅毛點點，銀擁擁啊，師傅。毛乜嘅呀？你做嘅毛點點，銀擁擁啊，師傅。二人相啊嘛，咩人樣咯，係冇？嚟看啦。哦，有點點後變細蚊仔上係冇？係設陣交effect來嘛，所以多啲出來見那隻師傅。你睇到細蚊仔上，即係有點點係樣啊！滿強，許文強，哇！30892893227，大家入嚟喂，打賞一下，真係好窮啊！而家窮到啊 Kitty，那種你港幣很久沒有用啦。Jaden Wu， 睇下好久冇見啦。仲有15分鐘。啊，做咩會喳喳聲啊？唔明白。睇下邊個投資？我要買過一個更好的headphone啊，應該是整1000塊啊！真的是整1000塊的headphone，你不要開玩笑啊！我的弟弟 Peter Maxman， 全馬來西亞最好的錄音師，他就有一個1000多塊的 headset， 好的怎麼樣？他另外有個 switch， 你一按啊，全部冷氣啊，什麼聲音啊都沒有了，只聽到你講話音樂，1000多塊，我買不起啦！我哪有這麼多錢？你看我動一下，它嘖嘖，什麼原因？你沒有聽到嗎？你好窮咩？係啊，好撚窮啊！點樣？人窮愛恨捱爭了出條。怎麼樣搞呢？擦漂亮。OK， 扎穩型啊，壓住它，都話花無百日紅，人無百日好。你睇到新聞嘛？香港嘅羅嘉良咧，最近喺香港咧喺個商場嗰度企台唱歌啊！哇，台下竟然唔超過20個人啊，仲慘過梁天來啊！慘！曾經叱咤影視壇師弟啊，大明星啊，哇！佢拍嘅戲套套都好睇啊，每一套都係攞獎啊！今日出翻嚟亮相打廣告，得個冷落嘅場面。但係唔好笑人哋，我哋馬來西亞 MCO 成年咧週年紀念咧，咁耐都冇出嚟蒲頭，都有可能登台咧，得個小貓2-3字啊！我跟你講，故買丘比啊，跟你講啦，莊雪中情有魏漢文啊，還有我的好朋友小黑喬華。姚宇不同，姚宇一個禮拜做直播，做3-4場啊，天天亮相，真的久沒有出場啊，人家會把你忘記了。尤其是我們上了年紀了，上了50多歲啊，人家會忘記你。哎呀，老爺收皮啦！在香港喺香港好現實㗎，喺5年前啊，人哋叫張學友收皮啦，做咩我和你吻別？換乜嘅紙筆啊？咩 sorry， 冇辦法啦，人老啊，俾人恰㗎。謝謝大家進來，謝謝。來，有信心給信心，沒有信心給掌聲啊！喝酒。以前寫一首歌，在 Facebook 有啲。他有版權，他不給我收費的，歌詞很好，所以我又重新再選過，俾阿徒弟羅一萬聰
今天唔好用音樂呀 ，OK？ 好，許多年以後，不要用 A 歌啦。光陰匆忙了照，記唔曉盡條。當初兩人歡笑，雖然先開竅，前見戀愛快樂超越平遙，車架開開心心希望已曉，情感已永遠不變，陪伴我左右。掌聲鼓勵下，好聽咧！當初嘅你怕笑，前愛擺閃條，愛到五情開竅，願離開聲照，前見兩家發誓唔會歡笑，冇拍條道路唔會罷笑，情感已永遠不變，愛愛永久。好多年我了開心大家歌頌，係與眾不同。從不怕笑，慢慢在我懷中，向愛做也老公。見那你研究教會大家歡暢，你會唔會記得？你也統統都忘了那了嘅一切。我恋愛啊，還有10分鐘啊！看下啊，看你有沒有一窩的了？不是哦，沒哦。哎，今天忙個一窩的了，全部一窩的毛錢，好像有啊！看下睇 ，Let me see 啊 ，Let me see， 毛線嚟看到未？喂，出來 ，Translation History。这个网络不好，这里看不到。OK， 算了，再等一下，没有就没有了，等什么鬼？黑爷就爷，没爷就没爷了，啱冇？哎，唱歌，哎，还没有唱歌之前，我讲我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呢，刚刚从台湾回来。王明志，他歌里骑马呢，就跑去自首啊！哎呀，问话问了6个小时，平安无事可以走了。但是他这次呢，不是走啊，而是跑啊！哇，我跑向北方，一出警察局了，就拔腿就跑，不給媒體訪問，為什麼？可能佢知道啊，警方呢一頭放人呢，後尾咧又捉你翻去嘅，你真係叻仔嚟，掌聲鼓勵。好，所以就你夾啊，咩戰呢？政府又會問話，放你出去加風人，咪 CID 又捉你啊！開玩笑，叻仔，王明志有新東西出來了。我聽我弟弟講，他前2天又去錄影了。嘿，3089289327中燒令我的戶口，有啊。講老實的，我讀書不是很多，初中一練完了，我就跑回甘榜去做泥水了。因為這次全英羽球賽冠軍呢，他叫做李子嘉，我才知道以前我是念李興嘉，這是他贏了全英冠軍，哇！他應該叫做李嘉欣啊，不是李興嘉，李子嘉。哇！他贏了冠軍之後呢，有些咖啡店呢一整天免費請喝咖啡，你看幾光榮這樣。又有一間爸爸，凡是姓李的人進來喝酒，免費一杯啤酒，真的要感謝這個李子嘉，20多歲啊就有這成就，我也沾點光啊。雖然我不是姓李，我姓張啊，你哋冇聽過咩？陳李黃河江，陳李黃河張啊！啦啦，還有5分鐘，哎呀，唱首華語歌 ，OK 啊，唱首華語歌，感謝大家進來。
Thank you， 他选购以我接下有没有？不要这样减少啦。以我的有啊，但是进不去哦。我看到有一个以我的不要紧，我先找个先给他跑，先找个先啊。华语歌，我跟你这个华语歌有点历史。先停一下，这首歌叫《一曲寄知音》，这首歌是马来西亚本地创作，是谁写的呢？田明，田明写了好多首歌，你知道吗？在马来西亚好像写歌是最多的。这首歌早期呢，就有个歌星，不是马连还是大连的，叫做余生，原唱余生。但是余生唱了3-5年呢，人是种人间蒸发，不见了，到现在不见了啊！不像刘文正啊，退休啊，哎，在美国啊哪里啊，他人真的不见了。余生，声音的声。后来这首歌在台湾呢，给于天拿来唱。于天的制作人呢，excuse me， 喝啤酒，就把田明这2个字分开来，田园作曲，明天作词，其实是田明的，就给于天给唱红了。以前台湾人不唱马来西亚的创作的，都是马来西亚人唱台湾啊、香港那个，对不对？这首歌很代表性。来，请我上看他有没有版权。我希望田明不要诉我的版权。我怎么唱华语歌？这首歌西北我是很喜欢，恨我自己那样糊涂。竟然不知他的芳名，愿我偶然与他相遇，为何不问家在哪里？来，音乐，掌声鼓励来！很好听一首歌，以我的transfer，thank you。Amen。恨我自己那样糊涂，竟然不知他的芳名。愿我偶然与他相遇，为何不问家在哪里？我要到哪里，我要到哪里，怕他找寻，只有一曲寄知音。清泪滴滴，寂寞空虚，何时才能重相聚 ？Thank you very much. Amen. OK 啊。恨那苍天有一作弄，一见钟情不在梦中。虽然只是萍水相逢，恩爱情意浓。他悄悄到，又悄悄离去，难忘年轻，只有一曲知音。爱他情真，痴痴地等，只顾多情空余恨。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大家。唱完这首歌，我们晚安，下次再见面 ，Happy New Year， 谢谢大家。如果再有疑问的进来，我就唱啊，不然就白唱了。恨我自己那样糊涂，竟然不知他的芳名。愿我偶然与他相遇，为何不问家在哪里？我要到哪里？我要
的那里和他找寻，只有一曲几指引，清泪一滴，寂寞空虚，何时才能重相聚？其实我华语歌唱得不错的，只是很多人讲，哎，你华语歌不行的，写不客家音。OK 啊，晚安啊，有没有进户口？哇，星星哦，如果有星星，唱多一首也无所谓啊。让我找找看，啊。哎呀，来，星星知我心，星星你该知我心意。找歌是很难一下的哦。哦，看到一模的了，来了，哇，一流啊！24号是吗？今天101 susah masuk 一言难尽，凹风令。18块8毛8，汪福问38块9毛9，来红冲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这3位朋友。虽然是一块钱也好，1块钱买万字啊，头奖可以中2000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